好，睇到左上角都有好多嘢想講嘅。好，首先頭兩個 point 5567同埋567，咁其實佢哋都係入副歌嘅時候可以令到成件事係更加澎湃。咁尤其是係副歌入副歌，因為你諗下正歌入副歌或者係副歌嘅前邊半 part 入副歌嘅後半 part 都有一啲想提升嘅位置，但係都唔需要咁提升，因為唱歌嘅人都預咗會係繼續澎湃㗎嘛。你入副歌或者副歌嘅前半落去後半，佢哋唱歌嘅人唔使理個鋼琴做啲乜嘢嘢，佢哋都會識得 hold 住嗰個高漲情緒。但係副歌翻副歌咧，就好需要呢個5567或者567去提示啲人，我哋係再要翻多次副歌，再要雄壯多次嘅。OK， 咁所以咧就好緊要啦。我哋咧就兩種567或者係567咧，都係用個左手嘅。咁咩叫567咧？咁嗱，你睇翻我右上角愛是不保留，咁呢個大家都識㗎啦。本來首詩歌嘅最後係唯望得主稱讚已足夠，係啦，咁就係一個詩去完結啦。咁但係如果我想翻去誰人受痛苦，咁首先如果你翻去個 C chord 副歌嘅 C chord， 誰人受痛苦被，即係 C 完咗係 C， 跟住翻去 C， 咁平咧，啲人係會好難 keep 住喺個高漲嘅。咁所以咧，最低限度唔該你喺嗰個足夠完嗰度咧嘅第三拍咧，攞一個 G， 即係5 chord。誰人受痛苦？如果大家知道咩叫 G7 咧，就最好係 G7 添，即係唯望得主稱讚已足夠。G7 見唔見到？呢個七音好緊要。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？好啦，咁但係咧咁樣，如果你都係覺得唔夠，淨係純粹攝個 G 係5嚟㗎嘛，我咧就可以變咗做5567，係啦，跟住就繼續去受痛苦個受嗰個 C chord 啦，即係話喺嗰個受痛苦之前嘅第三拍同第四拍就做一做個5567，明白？好，我淨係試個左手俾大家聽，咁大家練歌嘅時候咧都可以先練好咗左手先，因為右手係冇分別嘅。唯望得主稱讚已足夠，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，明唔明白 ？OK， 咁我加埋個右手咯，其實右手都係伴住嘅啫，其實都係一樣。你最緊要咧練好咗左手先。唯望得主稱讚已足夠，誰人受痛苦被，係啦。咁你會發覺咧，我特登仲要拖慢少少咧，令到嗰個大家好似儲氣咁樣啊，更加澎湃咯。好啦，咁我將呢個5567受痛苦就變咗做567，咁我右手都係一樣嘅啫。嗱，如果唔明嘅，我而家做一次咯。留意個左手，又係先練個左手。唯望得主稱讚已足夠，267受痛苦被懸掛，明白？好，兩手一齊做咯。唯望得主稱讚已足1、2，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，就係咁樣樣啦。咁成件事咧就用少少拖慢啦，但係咧你拖慢完之後咧，你個受痛苦咧就要原本翻嗰個速度喎。OK， 咁就第三樣嘢啦，就近和弦係啦。咁其實咧就近和弦係右手嘅，記住係啦。就近和弦係講緊右手嘅。例如咧，你哋好中意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，去到冇雷公咁遠個 C， 跟住個 G， 跟住個 A， 跟住又落嚟 F， 跟住 E、D 冇問題啦，因為 F、E、D 根本就係就近，但係又上翻去 G 喎，咁聽起上嚟咧就
好怪啊，好遠啊，同埋冇一個連貫性啊。OK， 好，咁於是咧我就示範下啦。誰人受痛苦被懸掛，見唔見到呢個 C 點解會轉做呢個 G 嘅咧？個原因就係 C 有一個音同個 G 係一樣嘅，於是我就 keep 住佢咯，唔轉佢。咁唔轉佢，即係要轉其他啦。如果唔係，佢點會係一個 G 咧？呢個明明係 C 嚟噶嘛。咁呢個唔轉，另外呢兩個咁樣咪都係一個 G 啊。好啦，嗱，跟住 G 完之後 A， 嗱，咁你諗下咯，G 其實上一格就係 A 啊嘛。好啦，咁你呢個唔需要諗啦，你就成隻手成個 G 喐上一格，佢就係 A 嚟噶啦，唔使諗噶。OK， 好啦，咁跟住至高咯，至高係 F 啊嘛。咁你睇下呢度有冇一個音係同 F 係一樣嘅？呢個 A 嚟噶嘛本身，哇，唔止一個喎，好似有兩個喎。嗱，頭尾呢兩個係咪都係 F chord 嘅音嚟㗎？咁嘅話，即係呢兩個唔喐咯喎，咁淨係呢個唔係啊嘛，咁咪喐咯。咁而家呢個就係 F 啦，即係頭先呢個係 A， 呢個就係 F。好啦，咁跟住 E， 你又諗下啦 ，F 去 E 豈不是 F 去 E 係攞一格啫嘛？咁所以咪成隻手攞一格咯，係成隻手嚇，每一隻手指。咁咧你就會由 F 落去做 E 噶啦。好，最後示範埋個 G 咯喎。咁而家你諗下，你可以 pause 咗個手機，你諗一諗呢三個音有冇同 G 係同音嘅？好，諗完啦嘛，呢一個咯，係咪啊？呢個係 G。咁啊，仲有喎，呢個都係 G 喎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，你只需要將呢隻手指轉入呢隻手指，咁呢個就係 G 啦。好，成行係啦。睇下先，試一次俾大家睇，係啦。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，至高的該盡獻於慈全的手，係咪啊 ？OK， 嗱，呢個最後呢幾個 chord F、E、D， 跟住要轉去 G 啊嘛。OK， 咁就係呢一個音係 G chord 嘅其中一個音，其他兩隻手指手係啦。咁成件事你加埋左手都好啦，你會好順嘅。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，至高的該盡獻於慈全的手。咁隻手咧，一來音樂上唔會飛嚟飛去咁難聽，二來咧技術上咧，你會發覺唔使喐隻右手點乜掣咧，係會容易啲兼顧到成件事嘅。好啦，咁我而家淨係示範咗第一行啫，咁你哋自己諗下第二行、第三行都可以自己做下咯。一開頭一定係難嘅，一定要諗爆腦，但係咧再彈多幾嘢咧，你就會發覺好容易。好啦，第四咯就係個 descending bass。咩叫 descending bass 咧？就係話有時嗰個嘅作曲家編曲家佢淨係寫嗰個 chord， 但係其實嗰個 bass 咧係可以任你去令到件事係更加順嘅。舉個例，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，係咪好唔順啊？咁如果你變咗做誰人受痛苦，個 G 變咗做 G on B， 跟住再落 A， 明唔明啊？嗱，嗰個條件咧就係 C 跟住 G 啊嘛，但我唔落 G， 我都係落 G， 不過我落 G on B， 咁因為 B 音都係 G 嘅 chord 嘅其中一個音嚟噶嘛，咁跟住再落 A， 係咪啊？成件事係咪好開心啊？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，係咪好聽過？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，彈又容易啲彈喎，係嘛？OK， 咁就有時咧可能連續落好多個，落到去個2，跟住上翻嚟5，跟住咧就上翻去1嘅，係啦，呢啲叫2、5、1，係啦嘅情況咯。好啦，咁呢一個仲有冇呢個情況咧？就好似冇啦。OK， 唔緊要啦。咁第4咯就係第5咯就係行雲流水嘅 descending bass。嗱，本來你係譬如你個副歌，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，又係飛嚟飛去噶嘛。但係而家我係用 descending bass
嘅行雲流水或者行雲流水的 descending bass 一樣嘅啫，其實講法唔同。誰人受痛苦悲呢個冇問題啦，1513係咪？但係咧個 G 咧我就唔落呢個 G， 點解？頭先我都講咗啦，係可以落呢個按 G 按 B 噶嘛。咁你睇住咯喎，如果呢兩隻手指嚟咗呢兩度，咁呢隻中間嘅係咪仲係墨守成規咁1、2、3、4、5咧？咁一定唔係啦，因為咧呢個 chord 其實本身係 G 噶嘛，但我間3變咗做按 B， 喂，咁都俾一俾面啦，中間嘅手指都落翻去個 G 嗰度啊。OK， 咁於是咧成個落去咧嘅過程咧 C G A 好似好唔順，而家就變咗 C B A 啦，但係其實中間嗰個 B 咧唔係真係 B 嚟㗎，係 G 按 B 嚟㗎。誰人受痛苦悲懸掛在木頭，明唔明白？我加埋個右手個粒音啊！誰人受痛苦悲懸掛在木頭，明唔明白 ？OK， 好啦，嗱，咁跟住到第6點咯喎，咩叫中間插音咧？嗱。咁我首先咧就教大家一樣嘢叫做兩拍半先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唔會明白乜嘢叫中間插音嘅。係啦，咁譬如話橡木頭至高的，因為 A minor 啊嘛，落去 F 啊嘛，明唔明白？咁咪 A 去 F 咯，咁可以點啫？嗱，其實原來 A 同F 中間，如果你想連貫得好咧，你可以插個 G 嘅喎。誰人受痛苦悲懸掛在木頭，睇住個 A， 係啦，跟住先至落去個 F， 係啦。咁我唔講嘢，我順住咁做一次俾你睇。誰人受痛苦悲懸掛在木頭，係啦，咁樣落去咯，咁就會。成件事咧就係個 A 落去個 F， 咁就會中間插個 G 咯，係啦，係最後應該話係去到第4拍半先至再插個嘅 G， 即係頭3、4，至高的該進肩，係啦，咁就如果你係唔係半拍，你可以一拍嘅。咁即係話咩咧？3拍頭嗰3拍都係 A， 但係咧第4拍就 G， 跟住落去第4落去新嘅小節就係 F 咯。木頭2、3、4，至高的，明白？可以1、2、3、4 F， 亦都可以1、2、3、4 F， 最後半拍或者係最後一拍，係啦，我哋叫呢啲叫fill in， 係啦，先至落去中間嗰個係啦。咁其實有第2行都得㗎，係咪啊？汗血在流，反應愛沒保留，持續不死的，見唔見到啊？流持續不死或者流持續不死就隨你中意啦。咁跟住個 E 去 G 都得嘅喎，即係萬世不休嗰度，持續不死的愛到萬世不休，就係咁樣啦。好，咁6樣嘢教晒啦。其實原來有第7樣嘢嘅彩蛋度啦，就係少少樂理嘅知識啦。就係如果你係完全唔識睇五線譜嘅人，你會彈 chord 係好辛苦嘅。其實唔可以話我學 chord 我就淨係唔需要學樂理嘅。嗱，只要你見到個五線譜離遠，你見到係一個 sharp 嘅，你唔使理佢，你第一個 sharp 就一定係 F sharp 嚟嘅。係啦，咁如果嗰首歌係有2個 sharp 咧，就一定係累積嘅 F 加 C 嘅。如果係3個 sharp 咧，一定係 F 加 C 加 G， 如此類推。所以你記晒4個 sharp 就係 F C G D。flat 一樣啦，第一個 flat 一定係 B flat， 第二個 flat 一定係 B flat 加 E flat， 如此類推 B E A B E A D。咁於是咧你就記得啦 ，sharp 就係 F C G D， 而 flat 咧就係 B E A D。你就唔需要每一首歌咧都去慢慢去數嘅。咁我舉個例啊，我有一日見到個五線譜，咦，呢首唔知咩歌嚟嘅喎，你唔好理咯喎。咁你見到係有一個 flat 嘅，見唔見得啊？一個 flat 嘅，咁咪即係
B flat 咯，係啦。咁於是呢首歌嘅所有 chord 咧，你淨係諗個 B 要 flat 得㗎啦。咁我舉個例啦 ，F、D minor、G minor、C7。咁點解會有呢四個 chord 嘅咧？咁你彈下啦 ，F 唔中嗰個 B flat 啊嘛，咁咪係咯。咁跟住 G minor 就中咗個 B 啊嘛，咁所以一定唔會係 G minor， 一定唔會係咁嘅，一定係咁嘅。咁你咪唔需要咁辛苦諗邊一個音咯。好啦，咁跟住譬如 C7， 咁啊錯啦，因為 C7 咧嗰個七音咧中咗個 B 啊嘛，所以 C7 咧一定係咁嘅，明唔明白啊？咁所以如果你離遠見到一個 flat， 你咪已經知道呢首歌不斷咁就係有個 B flat， 係基本上係唔會有個 B 嘅，係啦，基本上啦嚇。咁基本上你一彈真 B， 你就係 B flat， 咁你就會容易啲諗噶啦。OK， 好，俾心機練琴。